Hello，大家好，今次又嚟到台北，為大家分享一下喺星胡同嘅用餐體驗。今次選擇呢間餐廳嘅主要原因係因為屋企嘅老友記睇到好多香港同台灣網紅極力推薦，睇 video 睇到流晒口水，所以我哋就提早1個月喺官網 inline 訂台，對佢嘅期望非常之高。究竟實際情形係點樣嘅呢？我哋嚟睇下。當日我哋訂咗夜晚6點半嘅台，去到餐廳裏邊空空如也，成為第一對嘅食客，心情已經有少少不安。呢間餐廳同星宇航空係有合作嘅，佢係用明火炭爐煮出嚟嘅食物，味道會有一陣炭香味。其他餐廳用煤氣爐，味道會有好大嘅差別。店員極力推薦我哋食2人套餐，每一份大概要6000幾蚊台幣，即係1700蚊港紙左右。原本想食得好啲，幫襯佢嘅套餐，但係見到佢係主打澳洲和牛，畀呢個價錢實在過唔到心理嗰關，所以我哋選擇咗散叫。見到餐廳拍烏蠅，始終覺得有少少唔對路，希望嗌少啲，及時指示。因為餐廳係行高級路線，價錢方面係比較貴。我們叫了一份澳洲和牛牛舌拼盤，大約港幣400蚊。收咗呢個價錢，當然唔係 DIY。店員當然係好殷勤地幫你做燒烤，但係問題係佢將3種唔同切法嘅牛脷一次過咁樣燒烤，我覺得嘥咗，因為每種切法唔同，所需要嘅火候係唔一樣嘅。店員咁樣嘅煮法真係亂嚟，而最後嘅結果當然係不堪入目。有啲啊煮得太熟，好似食橡筋；有啲呢就仲未熟。第二嘅中伏位就係佢嘅蒜蓉飯，溫度不似預期，接近室溫。話晒之前我喺日本食過唔同檔次嘅燒肉店，有相對嘅 expectation， 單單呢個牛脷就令我眼火爆。另外嗌咗一份日本和牛拼盤，大概要600幾蚊港幣，我選擇自己煮。以上純屬個人意見，大家嘅際遇可能同我唔一樣。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